手机程式叫做大声朗读的 APP 程式来读这个经文，萤幕录影，字已经有调整大了，变大了。然后那个萤幕关闭的时间已经调整为30分钟了。要到那个设定去找那个显示去找来更正，调整为30分钟。文章的开始有反白，这个是着色黄色的，然后按这个播放键正中间三角形向右那个按下去，它就会念了。现在用萤幕录影，在录影中。7. 心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底下那个是网址啊，原先的文字啊有错误，后来有从那个右上角3个点这边按下去选那个编辑文字，有更正了啦。这怎么会空白呢？因为没有选呢。http://要先去选那个所在位置，比如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按2下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一切苦厄。比如说这样，要先按2下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先按2下，然后呢，按右上角3个点这边选编辑文字，你看就出现有字啊，有字，然后再去找看看哪一个字要删掉更新啊，打字。比如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第一次他那个字是用波浪的波是不对的，应该是般若，念作般若，般若是妙智慧的意思，超越世人的智慧的。那个更正为般，念作波，打字就打般了的，那念的是念波了。按好以后，这游标移到最后面，然后按那个退出来那个手机面板最右下角那个退出来那个三角形，然后按确定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